第5集第51、2、3、4、5，这是我5个阿兄，叫做5虎将，是大师爷庙的冲祖。我是上细汉无人知的马五爷。下家的头一日看大师爷迄只鬼王摇摆甲阮六只虎大声冲出去，甲伊车拼。无疑问，鬼王伤过，能量太强，阮虎爷祖拍袂赢，着紧摕伫神桥内底。这个鬼王有影见鬼，着伫桥仔内底放炮仔，要来点火。大兄知影伊要出来的迄招是食炮，随甲我踢出去，炮仔随点我踏尾酸草。可怜的5个阿兄，去互分甲死分去，落目屎直滴。我想拢无呢，鬼王嘛是要来管理好兄弟的，哪会来反？叶冲有即个疑问。讲来话头长，我请正常来开拓。落的尾流对庙内底去，神光白茫茫，越汤目睭前的大师爷庙就来震动，诚做按空中看落去的图稿。平头是三串门、中庭、大殿、后殿，阁有配殿挂相片。上起头后殿闪死，妈祖伫正中央的厢房行出来，讲是我保庇正神过乌水沟平安顺遂，恁人才才有法度伫台湾安居乐业。互恁水，互恁火，互恁风甲日头来发电。恁人阁嫌无够，去国外引黑灵入来，讲啥物清气啊、卫生啊、安全啊，即啥害啊？鬼王甲黑灵的原理头学过手，摒势来发电，一时失去控制，世界乱走，含阮生命嘛拢无法了然哦。妈祖话讲煞，千里眼顺风耳经我越窗，讲话神经质啊神经质，恁人无照天理，天无但无照教主，阁乱甲无一块啊！即时后殿倒手的圈仔，土地公伫圆环无头毛喙好手白，也乖仔伫遐讲出来讲，恁人去迄个啥物全世界细粒的珠仔，去弄别位的细粒珠仔，一粒弄一粒，搁一粒弄甲无臭无潲，讲啥物地鼓直咧滚，水烟冲出来就有电啊啥物火，骗笑的，当做家母生卵，哪有遮轻好康的代志？家驶臭面毛，无人爱嘛无要去倒位，无人爱嘛毋知要去倒位。即款是妈祖倒手边的圈仔换乌面乌手的声王出来讲话。土地公，你无伫遮讲遐有诶无诶，
咱生命应当读册，才有法度摕得。核能发电是甲燃料棒龟束摄入压力槽内，浸伫水底，互伊温度升悬，透过热能来带动车摇仔，互伊放动产生电能，这才是正确的原理。小王个讲啊，喙泡全批。小王你册读较济，学问诚宝。你一流诶，我嘛甲你讲无啦。毋过这嘛代志真大条。迄茶果酷酷烧，烧袂停，要臭火焦去，无定着会爆炸。你遐甲我讲，敢有法度解决？土地公笑啥呀？毋是茶果，是压力槽啦。鬼王亲像燃料棒，需要水降温。压力槽若烧甲无水，原子的核分裂无法度压制，产生临界反应。鬼王的能量就会超越生命的法力，失去控制，就会发生核爆炸。土地公啊，代志是安尼啦。小王个讲啊，互手全批，甲个喙甲全批，真牛。无你去甲鬼王抓起来。土地公上激动，扫啊规声。莫阁吵，我毋管是茶果还是燃料棒，这马甲甲咱拍甲乱糟糟。这庙仔热啊要死，若无紧甲鬼王收服，人死了无成炭。我自生牛马就无头路啊！这该出声的是后殿正手的自生牛马。后殿的生命坐倒大气。你为着利便拍造经济建设，讲核能发电稳定俗好控制，戆毋知影火是鬼王的力量来源。你人违背天理，使用核电，鬼王嘛核能化，充满源源不绝的能量，野心爆炸。伊毋但要生仙成佛，阁要消灭所有的生命，做天地之间唯一的霸主。开宗圣王讲了，虎神甲虎夷将军甲虎头举出来，目睭伫遐若盈盈。最后开大尊王嘛才要袂留伊。即马是7月时啊，乃正神歇困的时阵，法律暂时收起来，官民别交互大师爷即只鬼王来管理。无当时核能来加随落来，伫拍鸟形成突破。莫讲同齐主持普渡的山神甲土地，见若有鬼伫家恁伫路恁，伊喙破开就喷火，喷甲好爷伫钉仔骹虎棚内惊甲死准。鬼王交火气，压袂落去，真正是
废气废楚。郑成明拢发表过啊，杜果就来掠病，大师爷庙恢复原状。阮阿嬷讲，下过第3天的半暝，观音大师会显圣，甲鬼王受福，代志毋着解决啊！这毋是安尼。学堂跳入去内庭，甲郑成明讲，这就是重点。哈都看对大殿遐去，敢无发现上重要诶伫遐过？啊对吼，学堂去看大殿，遐一堵石壁，伫外口护卫诶韦道佛、迦南佛面悠悠无讲话，观音大师大个普度言去互石头封起来，留一盒芳有妙光照出来，照伫条仔面，迄光诶形袂输花干仔，叶汤带头看，踮伫空中诶牌匾慈悲普济，迄字悲消去啊！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学堂头壳内底诶问号嘛飞起来啊！